在中华戏曲璀璨的星河之中，粤剧以其独特的魅力熠熠生辉。我们共同向粤剧诞辰120周年致敬。乐音袅袅传千古，梨园星火永流芳。为纪念粤剧诞辰120周年，缅怀粤剧表演艺术大师、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娟先生诞辰100周年，一场汇聚海内外粤剧名家、艺术传承人与顶尖民乐演奏家的纪念专场演出日前隆重举行。整场演出以经典粤剧折子戏、民族音乐与戏曲艺术相融合，向一代宗师致敬，也向海外观众展示中华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。演出当晚，现场座无虚席，随着灯光渐暗，大屏幕徐徐展开江南水乡画卷和粤剧百年发展历程，拉开整场演出的序幕。海外王派代表性传承人乌素肥领唱，全体演员共同演绎开场曲目《此生只为粤剧生》，由知名指挥姚深深直棒美国中华国乐团协奏，悠扬婉转的粤剧唱腔与恢宏厚重的民族管弦乐交相辉映，展现了一代代粤剧人薪火相传、守正创新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海外的坚定信念，也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。本场演出以王文娟先生经典代表作《孟丽君》中的经典折子戏为主线，通过精彩演绎，再现孟丽君聪慧睿智、坚韧果敢的艺术形象，充分展现王派艺术细腻典雅、含蓄隽永的独特魅力。演员们唱腔醇厚，表演细腻，将人物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再次领略粤剧经典跨越时代的艺术感染力。整场演出的伴奏阵容同样星光熠熠，上海民族乐团常任指挥姚深深担任指挥，原上海粤剧院主胡陈新章、浙江绍兴戏曲名师王九妹、原上海粤剧院司笛束志明等多位业内资深艺术家共同加盟，以精湛演奏为整场演出提供高水准艺术保障。在由尚林正式上演前，王九妹携青年戏曲人才吴佳杰、倪如麦、李瑞特、Michael Huang 共同献上戏曲开场锣表演，铿锵有力的锣鼓经气势磅礴，不仅让海外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戏曲打击乐的艺术魅力，也通过老中青三代同台演出的形式，展现中华戏曲艺术薪火相传、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。演出最后，全体主演与乐队演奏家共同登台谢幕，全场观众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。此次纪念专场不仅深情回顾了粤剧120年来的发展历程，缅怀王文娟先生为粤剧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，也进一步推动粤剧艺术在海外的传播与交流，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促进中外文化互鉴搭建了重要平台。跨越百年春秋，粤韵依旧悠扬，薪火代代相传，经典历久弥新。这场纪念演出不仅是一次艺术盛会，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，让江南粤韵在海外舞台持续绽放光彩，焕发新的时代生命力。谢谢我们的艺术家。